疫情警戒伫7月27降到2级，不过彰化县的社区关怀据点暂时无要开放，同款有做饭包，不过是袂当共餐。真侪时大人也拢希望讲早一日会当恢复正常，登去到关怀据点看一寡老朋友。这段时间为着防疫，社区据点无开放，人员也打电话陪长辈开讲，消透心情。系啊，你跳舞即马无跳真艰苦对无？虽然国内疫情警戒为7月27开始降到2级，但是彰化县内的社区据点犹原无开放。原本的共餐活动也拢改用饭包的方式，和长辈早回去厝来食。咱目前的咱关怀据点咱是停止的状况啦但是阮的灶骹依然无停啦因为咱惊咱的时代伫厝里无来，中昼顿无通食，所以我嘛是共款煮互因家出来赶。拄开始国内疫情当严重时，志工嘛是会惊，但为着社区长辈，也是逐工传中昼顿。口罩拢挂两条呢，大家都会惊咧，惊嘛是啥个？我人都爱挂灯食啦。我来挂饭包，伊做食到心拢只有阮食，真好。这段时间因为疫情关系，社区据点的相关活动已经暂停2个月过，改用电话关怀、线顶活动等等的方式。长辈嘛期待疫情愈来愈稳定，会当早一日登去社区据点做会活动。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